你個 pocket dribble 係冇力又成日俾人吹 holding 咧，咁你就要睇落去啦。首先第一步你要做好你個 pound dribble， 雙腳企闊，然後重心坐低，用力運球。第二步就係根據你拍波嘅節奏去移動你重心嘅高低。第三步，當你拍起咗個波之後，你嘅手要喺波嘅正前方，然後就係手踭帶動拉後，將個波拉去你嘅肋骨位置。同埋要注意嘅就係做緊嘅時候個手心記住向住前面，千祈唔好向上。最後一步就係加埋你個保護手，加埋保護手嘅同時，你個身微微向住一邊 turn。咁最後個動作就會係咁啦。記住要練埋個保護手啊，因為佢可以幫助你喺實戰嘅時候擋開對手嘅偷波。大家睇完之後記得要去多啲練習，記得 follow 我哋學習更加多嘅籃球技巧，同埋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想學啲乜嘢。